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》新闻杂志。若是一座的城市，敢若有全新的建筑，但是无古迹，就真歹互人看出伊历史的脉络甲文化底蕴。近年来，台湾各界对古迹甲历史建物的保存愈来愈重视。最近5年来，申请的案件为2284件增加到2645件，成长16%。但是，这个古迹甲历史建物的保存所拄到上界大的困境，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人无愿意来保留。因为老建筑若是重新来改建，迄是会当增加几啊倍房产的收益。但是，若是互指定做历史的建物，要来改建，就会受到各种的限制。而且未来，阁会因为共同继承权的子孙啊愈来愈多，阁较歹来转卖处分。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未损害到私有的财产权，阁会当保留文化的资产，创造双赢呢？咱来看这件成功的案例。一张老树价值偌济？50万、100万，还是1000万？这张伫台中市台湾大道边的千年佳人树，是用几亿块换来存在。千年加工神木。2013年，建设公司买佳人树边的土地，要起地上28层、地下4层的大楼。在地人甲环保团体烦恼讲，这张老树会因为晒袂到日头来死去，会影响树木的日照，然后在建筑的过程会大量抽地下水，所以那个是不确定的风险。一定会影响日照。当时候在抢救的时候，有做日照的模拟。一定是东边。对，东边一定会影响千年佳冬的日照。嘉东王公庙是当地信用中心，建设公司合法起大楼，已经有厝卖出去啊。敢会因为挡着树的光线来让步，这是一场天平无对等的真情。护树团体却是无放弃，为一场日治时期的报道证明，1934年嘉东老树获日本政府指定为天然纪念品，确定是必须被保护的千年老树了后，天平慢慢有起过来。嘉东王公庙先封闭香炉，展现护树的决心，同时发动老相片、找老故事，结果找到关键的证据，追寻的位置。佳冬是需要有水源才有办法活的，所以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。工地里面有疑似水圳遗址6个字，会议记录就写着：开发单位必须要遵照遗址监管办法第8条规定，开发前要先做遗址评估。评估了以后呢，还要把评估的那个强弱的那个特性分析出来。哇！然后建设公司听到这个话就傻眼了，他没有办法动了，只好1个礼拜之内，片面的全部向他所有建户100多户解约。我们不想挡建设公司的利益，依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容积移转。当时候这个诉求渐渐发酵。所谓用这条牌，就是建商将老树边本来要起大楼的500几坪建地捐出来，市政府奖励予建商伫另外一个建地增加楼权，也是停车位等等销售坪数。像这款案件，公务人员上惊去踏入利益的红线，一直唔敢进行。最后由当时的台中市长吴志强定案，建设公司关地无了钱，是换7期继续更较悬的佣金，因为安尼赚袂少钱。总和算起来他可以多赚1亿了，我认为不够不止。最后第2个记者又去问了，算起来以后发现可以多赚13亿，所以这是一个神有知啊，树木有神啊，人愿意来一起为它付出，得到一个台中市保存老树，而让社会企业可以一举多赢的策略。老树被保存落来，改建成生态公园。这位台中共同的资产是在地人加公民团体合作，政府协调建商共同拍拼来成果。老树唔那是一张树啊，伊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一栋新建大楼的商业利用。在我们有生之年，我们不可能种1棵100年
年老树，更何况它是1000年的。以整个都会区来讲，它算是台湾最老的一棵树，所以而且当地居民还有来这边看的，你会被这样的树，你会感动，会震撼。城市温度甲感动来自记忆的传承。伫台东市老旧市区，这栋中央书局，较早是台湾上界大间的汉语册店。中央书局是1927年成立的一个书店，好，然后大家看到这一张图片呢，大概是1947年左右。一看到这张图片哦，大家应该会唤起很多青春记忆。加入中央书局有现代化的明亮文青风，毛古典的阵设，像天棚的假汉娘，保留当年建筑的优雅风格，也有抹石仔条，是真个老台中人的回应。那个时候也不会有冷气嘛，但是磨石柱天然就非常凉，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是天然的冷气座，这是 VIP 席，他们就会背靠着它。很多人重新再回来中央书局之后，他们都好高兴，他们小时候也磨过这个柱子。中央书局曾经是林献堂等台湾文化协会成员举办文化聚会所在，卖册卖文具以外嘛出版册。1998年因为财务有困难结束营业。1998年，他就就关门营业了哈。然后之后这些历程呢，就很像是一个堕入，我觉得是一个堕入风尘的。它曾经是牛轧糖店，曾经是婚纱店，曾经是便利商店，最惨的时候是安全帽店。可是因为中央书局毕竟就是私产，那公部门来介入这样的一个文资，这样一个建筑的话，它其实是有它的困难的。最后我觉得是一个历史的缘分，就是找到了信义基金会的张信如张董事长。信义基金会董事长张幸如买中央书局修理后，又搁将伊关乎上善人文基金会。伫个眼中，老册店的价值不是转手价差的利润，是敢法度将台湾的文化留落来。然后有上善人文基金会这样的一个 NGO 组织去对中央书局做永续的经营，这样子为什么好呢？因为如果说它还是挂在他们自己的名下，还是属于私产的状况之下，那你其实很难算计到2、3代之后，对于文化，对于经营书局这样的一件事情，是不是还保持有相对高度的热情？那如果说答案是不是的话，那很可能中央书局又再一次的堕入风尘。伫台中公园的古楼，也就是更楼，是用异地保存留落来历史古迹。本来是老兵团迄个时代去政府的总理吴銮琪公馆的更楼，公馆准备好严格了后，又搁转手变成台中市政府的标售地。伫当年土地上有古迹，是互人头疼无到标售的难题，有人建议异地保存。这个门楼当初也是想要把它拆掉了，对，但是当时的地方士绅，对，就跟那个市长说，我们应该要把它迁建到一个公开的场所，然后把这个当古迹保留下来。所以当初迁建的时候，吴家的代表就是我舅公，对，他也跟着这个迁建的整个团队到了台中公园。1980年代，因为土地开发的需要，爆发老建物异地保存的风气。北投车头以1块卖好中华台湾民俗村，因为几年后，互人头疼的老建筑，却成为大家找紧重建基地的珍宝。在地人发起一人1块买回车头的募款活动，台湾民俗村的产权人最后同意将车头捐献给台北市政府。虽然今日送回代表车头的6个构成零件，差不多是用全新材料重建的北投车头，依然被指定为历史建筑。一个房子有价值，它不光只是那个建筑物的价值而已，对，不是硬体的价值而已。更重要的是这个建筑背后的一些相关的人事地物啊，甚至摆在整个城市发展里面的这个它扮演的角色。北投车头中央册局的价值已经被看到啊！那咧天外天，天外天呢？贯穿时代繁华甲落车，因6年的保存争议被看到的价值又搁是啥物？公有土地，你最好的处理方式很多，当然都是选择全部就是变成现金嘛。
大家去分罪没有争议嘛。祖先留财产给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去让它破旧不堪，最好是用这个为基础，赚更多的钱，让这个家族更加的这个壮大，开枝散叶。在所有权人的眼中，天外天的价值是这块土地。这个房子之前就是从一个私人的剧院变成一个公共的剧场，对，所以类似像这些公共建筑如果说以西方的城市来看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公共建筑跟地标，在文史团体的眼中，伊是城市的基地、文化地标，当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束缚掉咧，心人我都拍开这个枷锁。用地换地，用这招牌，也是比起来中建，可能是解决的办法。也不过，这需要公部门、民间做合作，找出双赢的办法。